全部来敬拜。若有手机仔的，请关机，迄时用迄落无声，咱请奏乐。上主施行公义，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上主有慈悲，有仁爱，袂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天离开地有偌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予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伊用公义对待因的子子孙孙，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忠实遵守伊诫命的人。恁拢着称赞上主，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恁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咱来吟诗，学乐咱的上主，圣诗38首。圣诗38首，学乐全能的主上帝，
咱起立来传唱。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为圣神投胎，对十字架玛利亚出世，被分流在道上来受苦，定是给死拜作的缘故，被三日对上永无啊，上天，那一万的上帝话语，伊的话来心看我甲世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奉道教会，信我上空，最下面绝对无啊，永远的名，阿门。咱来体验圣诗后壁面体验
第7天，嘛是诗篇19篇，咱来启用我客加兄弟来念。天宣布上帝的荣耀，即日对迄日讲话，无言无语，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这声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打透明，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对天的这边出来，射到迄边，热气普及万民。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命令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着纯真，永远无改变。比金比真侪纯金较贵重。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啥人袂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伊袂故意犯罪。我就诚做无通指责的人。这声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喙所讲的，合你的旨意。接啦，好，咱即时咱同心来祈祷。创造万物的独一真神，历史甲世界的主宰，眷顾阮人类的天父上帝，救赎阮的主耶稣基督，你使阮平安欢喜，来到你荣光的面前。阮感谢学了你，愿一切的荣耀、威严、权能和尊重，拢归伫你，直到永远。全能的主上帝啊，阮知阮真卑微，真需要倚靠你。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承认阮的本性充满罪恶，时常犯错得罪你，袂记得你的疼痛，离开你的道路，互主无欢喜。阮伫痛悔艰难中，求主赦免怜悯，求你教示阮知影家己的歹，也洗清阮稳捌的过失，互阮会通行伫你的光明中。主啊，你应允的话讲，敬畏你的，你要成就伊的心所爱，也要听伊的呼求来拯救伊。愿主你的旨意得成，伫你所疼、搁疼你的人，当阮摆列阮诚实的敬拜，来甲主你相亲近。愿圣神上帝
通过陈如山牧师的正道，互阮得到灵命的成长。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圣名。阿免。咱来共听上帝的话。咱三甲来看今日上帝话记载伫圣经新约最后一卷启示录第2章第1节到第7节，也是伫咱手背页页第3页。咱用台语汉字，现代台语汉字本，咱来听上帝的话。启示录第2章第1节到第7节。你着写批，互以弗所的教会天使，讲：这手摊7粒星，伫7支金灯台中间伫行，迄位安尼讲：我知你的行为，你的劳苦甲吞忍，我知你袂用心歹人，你嘛捌考验，自称使徒，其实毋是遐个人，看出因是白贼的。第3节，你有吞忍，捌为着我的名忍受艰苦，拢无野善。毋过有一项代志，我要甲你责备，就是你已经放下你当初的疼，所以着记得你对打落对落，着悔改，做你当初所做的工作。若无，我要去你遐，将你的灯台对原位刷开。不过，你还有一项可取的事，就是你嘛甲我同款，怨恨尼哥拉党的行为。第7节，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这个教会讲的话。得胜的人，我要互因食上帝的乐园中迄丛活命树的果子。煞接，咱要请咱教会诗班要带领咱学了敬拜，因要用上帝的疼真奇妙来带领咱敬拜。
愿水的歌声献互主，得主欢喜感乐。今日咱有要，今日是宜兰教会陈如轩牧师，伊要用充满稳定甲真理的教会来正道勉励咱。将时间讲你。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我今仔日有即个机会，会当代表神道圣经学院来到伫咱的教会来请安甲报告。伫要进入咱的讲道进前，请咱做伙三甲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愿感谢你今早起，互阮伫遮三甲来敬拜阿罗你。主啊，阮知伫疫情的中间，阮会当游玩伫遮啦三甲聚集。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阮也伫求你的神踮伫阮的中间，互听的甲讲的，拢伫你的话语中间明白你的旨意，互阮的性命得到利益。祈祷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伫圣经的中间，保罗先生捌用一个身体、一个身躯来描写教会。伊用无共款的器官，或者是无共款的机体来描写无共款教会的特质。有的教会可能亲像手，真意爱来做真侪的事工服侍人，也亲像伫新约圣经内面的迄个马大共款。当耶稣来到伫伊的厝，伊非常来愿意准备真侪的食物，可能真温困来摒扫因兜的厝内，甚至佫会准备真水或者是真好的等落，要来送互耶稣。有的教会可能亲像耳孔，真爱听叹上帝的话。伫教会内面，嘛会开设真侪的查经班。祈祷会、训练的课程等等，亲像玛利亚共款。当耶稣来到伫伊的厝，玛利亚时时刻刻拢想要听耶稣的讲道，甲耶稣的教示。兄弟姊妹，互咱用淡薄的时间来思想。那安尼，你感觉咱的南洋教会是一个什么款的教会？伊有甚物款的特质？伊可能伫即个身体内面，可能若亲像倒一个器官，或者是倒一个机体共款嘞。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即段的圣经内面，讲到一间的教会，即间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假使若是照伫圣经伫使徒行传的记载，伊是伫使徒行传的18章内面所提到一个叫阿古拉甲伯基拉的夫妇，因将迄个福音传到伫以弗所即个城市。以弗所是一个伫古早就真有名的城，伊伫主前1000年就已经存在。伫公元第1世纪是非常繁荣的所在，伊有上大的港口，是商业、宗教，甚至旅游、金融的中心。伫迄当时，也有袂少的犹太人已经住伫即个城市的内面，所以咱看到伫《使徒行传》第19章的所在。甚至讲起保罗若进入到伫以弗所即个城市的时阵，伊是直接去到伫遮犹太人的会堂去传福音，是尾仔了后，才有转到伫催纳罗的即个学堂。根据伫新约圣经甲遮教父的作品会当知影讲，当时即个教会可能因真早就面对迄当时一个世界的诺斯底主义的挑战。即个诺斯底主义，伊要主张的是，即个世界所有的物质拢是邪恶的，
只有灵性伫灵界内面才是美善的。所以也因为安尼的思想，甚至是去挑战伫迄当时讲到耶稣基督独成肉体安尼的想法。因为即个思想，互当时遮的基督徒，现在是当时的人，听到耶稣是真做人、真做肉体，伫迄个有限的内面的时，因感觉真不可思议，而且甚至是气煞遮的。除了即个诺斯底主义，可能伫即个教会内面，嘛有面对无论是犹太的宗教，或者是当地一个上有名、上虚华的雅典米女神的宗教的祭司。即个以弗所，假使咱今仔日若是去旅游，你就会去到伫土耳其即个所在，而且伫即个土耳其的即个旅游的中间，一定会带你去看即个以弗所教会的遗址。毋是教会，就是即个城的遗址。所以，咱伫迄个中间，无论是看到遐的神庙，看到遐的图书馆，看到遐的建筑，咱就会当知影讲，迄当时遮尔啊繁荣的一个城市，当耶稣基督的福音进入到即个所在的时阵，伊所面对的挑战甲困难是哪尔啊大？总是因为安尼，无因为安尼，上帝无听即个城市内面的人。伊差遣保罗先生去到伫即个所在来传福音。假使咱若是看伫《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先生捌伫有3年的中间，伫即个所在来做宣教的工作，而且也伫即个所在，伊一边食头路，伫遐做报边，伫遐用遮所赚到的钱来支持伊宣教的事工。咱会当看到保罗先生对即个所在、即间教会的重视，真少看到伊有开遐尼长的时间，伫一间教会内面来做遮栽培、培养的工课。总是咱看到即个以弗所的教会是遮尔啊特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耶稣基督伊肯定即个以弗所教会伫即个城内面的工作，伊知影因。为着遮世俗的挑战、遮的文化、遮的价值观的挑战甲困难，即间教会伫迄个所在吞沦，伫迄个所在着磨。耶稣基督肯定因面对即个无共款的宗教风俗的挑战甲困难之下，因犹原会当面对，甚至来对抗。安尼的逆境，愿意为着教会、为着信仰来付出代价，甚至忍受苦楚。所以，咱看见以弗所教会对上帝的真理的注重，互因甚至伫即个中间会当来分别是真的还是假的使徒。毋过嘛，因为安尼，即间教会。受掠了伫真理的中间的时阵，无用阮遐无下上帝的话，或者是藐视上帝真理的人，所以伫这中间，基督对因提出因失去原本起初的疼。啥物是原本即间教会迄个起初的疼？是对上帝的疼。或者是对兄弟姊妹的疼，或者是因原本迄个热心服侍上帝、见证上帝福音的迄个热情咧。咱所读的今仔日这个启示录的经卷是约翰的作品，伫约翰所写的约翰1书、2书、3书内面，咱会当看见这个疼是约翰定定所要讲的。而且伫即个疼的中间，伊上界大的讲的就是基督的疼。通过基督的疼了后，会去衍生着人对上帝的疼。人因为愿意回应基督的疼，直到伫伊的性命改变，甚至伫群体中间也来产生迄个对兄弟姊妹的疼。
即款的疼，是咱常常咧讲的阿加贝的疼。即款的疼，是会当忠心直到死，愿意放下家己的疼。今仔日以弗所教会所失去的，就是即款的疼。所以伫这个所在，基督的话提起教会，就讲恁着反悔。兄姊妹，咱知影无共款特质的教会，无共款特质的人，有可能有产生无共款的个性。我看见咱中间有真侪兄弟姊妹，可能真侪人已经是结婚。你伫你的兄弟，还是伫你的姊妹，伫你的翁婿，伫你的夫人人的中间，可能伊的身躯顶有一寡你真欣赏的特质。假使你若讲我以后要找一个真友好的人，你就会发现，即个友好，伊的友好是大人，伊会去敬重其他的人，即款的友好是你所欣赏的。总是即个友好，可能到某一个时阵。为着你家己的家庭，甲老爸老母中间的感情，你在做选择的时阵，可能即个友好的人，伊优先去选择的是要听探伊老爸老母的话。可能咱伫咧选择对象，或者是欣赏的特质是内面，伊是真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真有责任感的人，伊愿意开时间对伫伊原来所爱做的。伊愿意来投入，伫迄个时间伫迄个中间，伊无来计较伊所领受的、所得到的是多也是少，甚至伊用无论是时间、是金钱、是伊的快乐，拢放伫即个所在。假使你若是拄仔结婚，恁有一个真细汉的婴仔，你就会发现。当你是一个妇人人，你咧请养囡仔的时阵，需要有人甲你斗相共的时阵，总是你即个非常负责任的翁婿。伊将伊的时间，伊将伊的快乐，伊可能将伊的所有者所伫伊的，是放伫伊的工作，为着是要赚搁较侪钱来养饲即个家庭。总是迄个中间，可能你所需要的，毋是伊遮尔爱拍拼做工课，毋是伊遮尔有责任感，伫伊的事业的顶悬。你搁较毋忙的是，伊会当开淡薄仔的时间，淡薄仔遮的注意伫你甲囡仔的身上。所以咱看见一个真好的特质，有可能伫某一款无共款的时阵，即个真好的特质，嘛诚做破坏即个关系内面。一个真重要的特质。以弗所的教会，咱头拄仔有看到，是一个听探真理、嘛掠条真理的教会。这个温群服侍的教会团体，伊有真好的特质，总是嘛有可能伫这个温群服侍的中间，这个真守真理的中间。这个温群的服侍，诚做是一个事工的导向的教会，事工导向的教会。伫迄阵掠条真理，坚守真道，甚至摆脱遮个异端的信仰的这个团体，嘛有可能诚做是一个摆脱其他的人，甚至是自我家己掠做家己做义的团体。若是即个掠家己做义的时阵，就会慢慢来失去，伫迄个中间去关心弱小，关心遮的弱势需要帮助的人。咱看见一共款的一个真好的特质，可能也诚做即个特质嘛，诚做即个团体伊的软弱甲欠缺。以弗所教会就是诚做安尼的一个教会。其实咱今仔日若是看即个咱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是只有读到伫启示录内面的第一间教会。咱知影伫启示录的内面第2章甲第3章讲到7间的教会，
假使咱若有时间，会当将即个七间的教会因所面对的耶稣基督对因的提醒，或者是对因的学老，咱来做一个整理的时阵，咱就发现无共款的教会，又无共款互上帝学老的所在。无共款的教会，也有无共款互基督来提醒的所在。假使咱将这7个教会做伙看的时阵，咱就会看见，其实无一间教会是完美的，无一间教会是100分的，无一间教会是十全十美。伫迄个所在，拢无受到耶稣基督的批评或者是提醒，总是咱看见是安怎伫即个所在，基督要对伫伊的教会来发出安尼的邀请甲宣告。伫今仔日咱所读的伫第2章的第1节的内面，伊就讲起伊是迄位正手听7粒星，行伫7支灯台中间的。这表示讲，耶稣基督伊伫即个教会中间来行走，伊也掌管伫教会所有的一切。而且伫第2节内面，伊讲我知影你的名，表示基督对伫教会是全然的了解，是全然的掌握。这7间教会拢有伊家己无完美的所在，总是拢是基督所听、所敬了的。基督对伫教会是迄款无放杀的听。总是伫伊中间，伊伫即个听的中间，毋望教会搁一摆来回转、来悔改，转去到伫迄个起初的听的中间。头拄仔我讲到无共款的特质，伫迄个夫妻的关系内面，可能有无共款的张力。姊妹上时我嘛要来问讲，毋知咱遮已经结婚的人，对伫你来讲，你感觉什么时阵你感受到对方疼你？什么款的时阵，还是伫什么款的情形的中间，你知影对方疼你，或者是你感受到对方疼你？有的人讲，你每天都要跟我说3次我爱你。有的人是爱听到对方对伊的即个关系，对伊的疼的肯定。有的人爱讲，你若是疼我，你就会帮我斗带囡仔的，甲我斗拼出来袂，互我家己一个人伫遮无用。你若疼我，你就愿意将你的时间开互我，来开伫我的身躯顶。咱会定定去约会、去看电影，两个去散步讲话，都袂亲像讲到老的时阵，介绍拢无咧讲话，两个人气氛人。迄若是你疼我，你就会甲我定定做伙。有的人感觉讲，你若是疼我，你可能定定都会买真好礼物来送互我，表示你对我的重视。兄弟姊妹，假使咱的受怀有缘，伫停留伫做什么款的代志，才是表示疼对方的话。那安尼，咱可能嘛有一寡的事功导向，或者是咱用一寡遮的外表的象征来表示迄个关系。真实的疼，袂因为讲你有做啥物代志，或者是无做啥物代志，才是疼我。真实的疼，是愿意真正转去到伫迄个关系中间。所以，当你真正疼我的时阵，无论是你愿意开时间甲我做伙，无论是你要买礼物，还是无买礼物送我拢知影你疼我。兄弟姊妹，教会，基督对教会的疼嘛是安尼。我头拄仔讲过，教会无十全十美，教会无是完全的，所以基督对教会的疼，毋是因为你完全，所以我疼你；毋是因为你表现真好，所以我疼你；毋是因为你有达到我所爱你做的，所以我疼你；毋是因为你有做啥物，所以我疼你。伫这个所在，教会甲基督的关系，讲的是迄个起初的疼，是迄个完全纯全的疼，而且嘛是无带着任何条件的疼。
这是基督对伫教会的看法。会记得我头拄仔问讲，咱的认为，咱的教会，咱的南洋教会是一个什物款的教会？假使咱的教会是真有遮的真理，真有遮的，亲像我头拄仔讲的迄个马代的心共款，真意爱服侍。伫迄个所在，真侪的事工。无论是传福音的事工，无论是社区服务的事工，无论是探访的事工，无论是甲遮的弱势人做伙的事工，总是耶稣基督咧讲，有遮的事工总是无迄个源头的疼，无迄个疼会开始的时阵，这毋是上帝所认为的完全。耶稣基督爱咱。爱亲，可能咱是一个真有遮的恩赐，愿意服侍教会时阵，嘛爱有亲像玛利亚共款的心志，伫迄个中间愿意来听上帝的话，甚至是单单渴慕甲上帝真实的关系，毋是通过遮外在的遮的事工，或是遮的外在来认为这就是一个真好的教会。耶稣基督的道成肉体，伫约翰福音内面，甲咱讲，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嘛有真理。迄个真理可能就亲像今仔日咱所看到的这个以弗所教会共款，因牵条真理，抓条真理，伫迄个时阵，伫迄个时代，为着基督的信仰，伫遐做干净。总是耶稣基督望的教会，毋若是掠条真理的教会，搁爱是会当来即个世间的人显出上帝恩典的教会。迄个恩典是知影我白白来领受上帝的救赎，是我知影我白白来进入上帝甲我和好的关系。即个恩典毋是出伫我会当做啥物。这个恩典，拢是在伫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听的内面。求上帝帮助咱。咱常常唱的迄个有一条诗歌，伫囡仔时代，咱都真爱唱讲：耶稣听我，我知明，因为记载伫圣经。兄弟姊妹，这条歌的歌词内面讲的是迄个知捌。是迄个知识，是迄个真理的部分。总是咱嘛爱唱讲，是主耶稣听我，是我知主耶稣听我。咱的心，咱的灵性，咱会甲上帝更好的迄个关系，嘛爱真实来进入这个听的中间。咱的教会才有法度真实来活出迄个听，这个世界显出耶稣基督的真理。请咱做伙三甲额头来祈祷。主宾听堂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充满恩典甲真理的上帝。你救赎阮，你用你实际的听。的行动，来互阮知明捌你的听。主上帝，阮来恳求你帮助阮，会当真实进入安尼的听。所以，伫到阮所做的事工，所有的服侍，会当是一个真实的平衡，互阮通过甲耶稣基督真实的建立，因为点伫你的内面，你嘛点伫阮的内面。所以，通过阮的性命所显现的，甲即个世界所讲的，是耶稣基督即个听真实的福音。主，阮也知伫即个世代有真侪的挑战，阮需要来明捌你的真理。所以，你帮助阮，无论伫恩典的中间，伫真理的中间，拢成做你所称赞好搁真中的路步。互阮的教会伫即个世代成做你的光，显明你的恩典甲荣光。
阮的祈祷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今仔日伫这个所在，我嘛代表新竹圣经学院要来报告，所以请咱用淡薄仔的时间，互咱通过这个影片来了解圣经学院的需要。敬听的牧长兄姐，大家平安。对去年到今年，咱深深体会到，亲像诗人所讲的：“我靠耶和华比我靠人较好。丰盛的时阵，上帝同在；不足的时，上帝犹原同在。”伫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感谢咱兄姐过去的支持，也请恁继续关心甲带导。教育是圣经学院上重要的使命，提供课程，予传教者、信徒来培训。每一届上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拢有得到新的想法，也得到新的眼光。真感谢圣经学院的用心，予我伫遮上课会使心灵得到爱着，身躯嘛得到发展。当5月份疫情爆发的时阵，咱真紧就将课程转做伫线顶，予老师甲牧师伫过程中间经验着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甲奇妙。今年咱特别用大灾节期做主题，提供信徒灵性的操练，通过艺术启发人的日常生活。伫教会牧养的时阵，会当运用咱的目睭来看，甲主同行的路，学习自我的觉察，提升灵性的需要，互咱体会到上帝创造的水。咱嘛特别为着教会规划灵修会、退休会，也有中级的训练逐款的装备，互咱兄姐伫意伫灵修、伫基督的圣神的光照下底更新生命。圣经学院正做上年大学的总校，协助分校推行逐款祝福长辈的宣教活动。这几年来，圣经学院的信徒服务中心不断地更新设备，希望提供正教会兄姐一个合宜的场地，通好使用。咱有真侪无相款的场地，伫遮会当进行多元的训练课程、信仰的活动，包括野外礼拜。咱嘛会当举办国际性研讨会的场地。这是双连厅，是台北双连教会兄姐所奉献。伫今年通过因的支持，咱互即个教室成做一个新的教室，继续互兄姐直接得到灵性的成长。圣经学院董事会通过详细的规划，将已经6年外无使用的游泳池改做多功能活动中心，名叫主圣馆，意思是来建筑新城的建筑。提供教会机构来开会、聚会、举办各项的宣教活动，要互兄弟姊妹来结连，达到圣道相通的意义。今年拄啊好总会年会的需要，咱就提供一个适合的会议场所，互咱的议员通好来使用。上重要的是为着需要大岛关心。对于5月到7月，因为肺炎影响来停办真侪活动，咱收入减少300万。新学期的课程，请兄姐加入圣经学院的网页，也是脸书，通得到上新的消息。针对中级信徒的灵命培育，提供无相款的课程。也有年度时间研讨会、祈祷训练、培灵会等。咱学院有真侪已经超过50年的教室、宿舍，期待伫将来通收结。2021年经常费需要6756万。虽然学院甲教会兄姐拢受到肺炎病毒的影响，咱做伙伫祈祷中带导。
无论是顺利还是困难，继续用性命做见证。请恁为圣经学院代祷甲奉献，阮会继续努力侍奉。愿主祝福大家，感谢主，感谢恁。我相信，特别是我真做是一个牧师，伫新学院也有真侪遮的真理财物的课程甲装备。总是，后来我伫咧服侍中间，圣经学院也提供，无论是牧者，是咱的中级同工，真好伫灵性方面的栽培，甲迄个训练。譬如讲，伫月初有一个牧者魂即个课程。就是特别为着遮咧服侍的牧师、牧长遮个团队来提供伫迄个灵性，搁一摆会恢复，搁一摆转去到你起初服侍上帝的迄个听的内面。所以伫圣经学院提供咱，无论是伫真理的帮助，也搁提供咱伫稳定伫即个环境的中间，甲上帝的稳定来三拄的课程。所以，请咱也用咱的祈祷，用咱的奉献来支持，来为着圣经学院的宣教来代祷。报告以上，多谢。当咱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165首，圣诗165首，听堂圣神，求你降临。咱起立，吟全首。那咱来感恩奉献，准备伫
线顶的兄弟若有准备，会当囥伫批笼有时间摕来教会。咱即条要请曾建明甲李恩馨2位执事来司献。阿妹，请坐。咱来掀开今日的金句第3页，周报的第3页。今日的金句，现代台语汉日本，启示录第2章第7节，咱读现代台语读2遍。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遮个教会讲的话。得胜的人，我要互因食上帝的乐园中迄丛活命树的果子。搁一遍，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遮个教会讲的话。得胜的人，我要互因食上。启示录第2章第7节。好，咱来看报告吼，人生报告，伫咱的周报的第5页，第5页下骹边报告事项。本主日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
咱感谢宜兰教会陈如选牧师代表学院到咱本会请安报告甲证道，咱嘛为着圣经学院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点，9月15日小会议决事项：第一，接纳2021年临时会员和会中级改选案。第二，接纳7米教会传道书项目礼金案。第三，接纳张真理牧师进庭退休，搁离立建教会的牧师新的牧师就任礼金案。第四，接纳总会客家宣教委员会奉献案。第五，接纳干事任期延期案。第三，信德奖学金开始申请，请伫今仔日以前主日学甲各团体提出申请，26日要召开奖学金委员会，伫10月设教纪念主日颁发。第四，下主日9月26礼拜后召开中级会，请中级同工预备心参加。具体消息：第一，20日拜一，就是明仔载9点半要伫7米教会咱本会的秋桂枝姐妹的公子陈志豪甲伊的新妇柯胜仪，要2位传道书要伫7米教会弘立牧师甲教育牧师，咱真恭喜因。第二，25日，也就是后礼拜六下晡3点，要伫施青儿基金会立泽简活动中心举行咱前的代理小会议长牧师张仁礼，伊要进庭退休，也新任的牧师简孟正要就任立泽简教会第2任的牧师。伫迄天有感恩礼拜。第三，27日拜一下晡3点到5点，伫济南教会要举行总会干事团队就任受职感恩礼拜。愿主的灵因带保守总会新的干事团队。第四，对圣经公会所发行的新旧约现代语圣经，要伫今年底出版。详细请看公布栏，也是问干事，有意购买的兄弟会当甲干事登记。好，请牧师补充报告。兄弟平安，咱真欢喜会通来恢复实体礼拜，但是也因为实体礼拜，所以会造成一寡的无方便，致使到咱有一寡兄弟需要伫咧外面的所在来参与礼拜，所以也安尼，请咱兄弟会通安尼，算讲咱伫咧真无方便的时阵，咱彼此互相来接纳吼。感谢陈如山牧师代表着圣经学院来到伫咱中间，代表教会来说多谢。咱迄个咱真欢喜吼，咱算嘛用算讲是咱教会出身的意思吼。邱桂枝老师伊的公主甲伊的新妇安尼要伫咧明仔载。要伫咧7米来伫遐安尼就任第5任的主任牧师甲教育牧师吼。本地若照你讲，应该是爱代表教会去甲付吼，但是7米伫倒位？
7米伫平湖，所以伫咧咱即届即个中秋节的即个年假完全无机票啥通好去所以就只有礼金到甲因祝福安尼。咱嘛真感谢张仁礼牧师伫咱过去无牧师的阶段将近2年的时间伫遮安尼帮助咱的教会伊要伫咧即个拜六国怪即个拜六要伫咧即个思亲儿基金会的所在来举行即个进行退休的即个感恩礼拜，以及新任的牧师简孟正牧师就任第2任的牧师的即个感恩礼拜。所以咱嘛伫遮来甲伊恭喜。以上的特别来报告另外就是提醒咱伫咧咱的即个头拄仔咱有讲到即个基体消息内面第4项，即个圣经公会即个现代台语新旧约的圣经用真久的时间来安尼翻译要互伊更较接近咱。现代咱即马台湾咧讲，咱台湾话咧讲的话所以用真久的时间，头先已经先有即个新约甲着诗篇甲箴言安尼真感谢主，咱要伫咧差不多11月甲12月遐要出版所以圣经公会有即个安尼特别的预购的早鸟价，请咱安尼若有要买爱安尼量早毋通安尼失去即个机会，也因为安尼10月31，圣经公会要派着即个咱现代台语的即个翻译的即个小组的即个主要的即个调集人张宗良牧师要来到伫咱的中间嘛要来分享即个台语圣经是安怎翻译等等遮的来甲咱大家人来分享做以上的报告。来，好，咱再来祈祷祝福的功德专心来专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主耶稣，时刻甲阮同在，引带阮的信心。阮感谢你，你用宝贵的话，互阮心灵得到养持，信心得到建造。主啊，愿在有你的同在，阮就会当行过每一届的风暴，心内有平安。包括全球2019年开始的冠状病毒，直到现今2021年，还阁真严重的流行中，祈求助力人民医治，遐个感染破病的，也安慰帮赞有死亡的家庭，保守伊予有关的人。手术智慧，互世界各国领袖有效对付疫情，有够额的疫苗，也互施打疫苗会平安度过。以及阮有侪人因为安尼经济有困苦，需要得到扶持，也互求助你帮赞，也求助互阮大家通过听来彼此关怀，互相帮赞身边需要的人。全能的主上帝啊，阮近来看见真侪国家的天灾人祸，不公义的政权压迫。受害死伤的百姓，互阮心内有惊吓，阮真需要倚靠你，阮谦卑恳求你听阮的呼求，求你互阮有坚固的信心，在你是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的
全能上帝。阮有人有经济困苦，也有身体病痛无元气，心智软弱，心灵艰难的，求主全因靠你得到平安喜乐，生活有力，有愿望，有目标。今日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阮就为这项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愿这间学院成做容神益人的机构，愿主保守眷顾，接纳因的事奉。阮也要为着阮本教会逐项事工来祈祷。每一个团契的聚会，同工的改选，兄弟姊妹中之间的关怀，也阮教会要伫遮有2场的礼拜服侍，阮需要同工的训练。再来就是阮真愿望，阮的教会会当建立诚侪彰显上帝国的教会。阮为着建堂的异象，有圣神你的引带甲引带，甲光照。阮为着现今恢复实体礼拜的聚会，阮求主帮助，阮一切拢会当得到顺利。阮逐个肢体的状况欠缺，你拢知，你知影阮的需要，阮恳求你帮助。主啊，当阮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即成伫天年。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亲像赦免过阮的人，无伫错阮入伫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门。咱来吟祝福的诗399首。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请咱本堂的教会邀请牧师来祝祷。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圣，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生的地，对即时直到世界的落尾。阿免。